你有試過喺團隊合作嘅時候，總係覺得心好攰，流程好繁瑣，寧願自己獨立完成所有嘅工作。有冇試過呢？喺今日超級個體崛起呢個時代，能夠獨立完成複雜任務嘅能力，正在變成稀缺嘅資源。你嘅冇擅長合作，恰恰證明咗你擁有解決問題嘅完整能力鏈。從創意到執行，從發現問題到交付成果，你一個人就係一支隊伍。呢個喺同 AI 協作個人品牌建設中尤其珍貴。與其勉強融入團隊，不如打造你自己嘅獨立工作系統。咁點打造呢？有3步。第一，明確你核心能力圈，把呢部分做到極致。第二步，建立輕量級協作模式，比如用文檔共享替代無休止嘅會議。第三步，學會用工具賦能，等 AI 成為你嘅24小時嘅助理。我而家都係㗎，我有好多重複性嘅步驟或者工作或者任務，我全部都等 AI 完成，因為呢個真係我24小時嘅助理。記住啦，新時代嘅獨立並冇係閉門造車，而係精準咁選擇協作節點。愛因斯坦曾經講過，我寧願一個人行都可以行到嗰啲人哋無法到達嘅地方。有價值嘅獨立獨行遠勝於平庸嘅合群。